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再度收看《微笑讲客语》，咪咪笑讲客家。你知道以前客家人很多都住在山区，从事农耕或山林工作，那么是不是特别需要体力呢？而且还会流很多的汗，肚子也很容易饿。因此呢，客家菜肴通常比较咸一些哦，因为你菜咸比较好下饭哦，而且也比较容易饱肠，然后要很多的油。为什么可以补充脂肪呢？所以呢，就发展出客家菜的一个特色，很咸很油，但是也很香哦。再来，山中的土产呢，山产也是客家菜的财源来要咯。那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客家菜的一些代表性，比方说第一个咸猪肉，哎呀，这超级好吃的，叫做鹹豬肉，鹹豬肉，哇！我光只是教这3个字鹹豬肉，我就觉得口水快流下来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客家菜，它就是那个猪肉啊，用盐把它腌制好以后保存起来，然后它吃的时候呢，就把它蒸熟切片，然后再沾少许的蒜末跟这个酸醋。哎呦，鹹豬肉董后生呀，董后生就是好好吃的哦。所以你可以跟这个老板说，我要一盘鹹豬肉，我要一盘咸猪肉哦。再来有一道汤也是非常棒的，叫做皮筒文笋干。皮筒字面上看起来是肥汤啊，肥肥的汤，可是其实就是国语所谓的高汤。稳这个字就是慢慢的细火去炖的意思。笋干呢，其实就是所谓的竹笋、笋干的意思，这是笋类。当然了，这是我们客家菜最主要的纤维质的来源了。还有呢，有一种东西叫做用葱油。葱油是什么呢？就是葱油这2个字。那最主要是用猪油来做，猪油在过去农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油脂来源哦。再配上红葱头。好了，我们来学一个句子，叫做你好食客家菜吗？你好食客家菜吗？当然好吃啦，我当然喜欢吃咯。买青好食鹹豬肉，我最喜欢吃咸猪肉。我是徐薇，安子森，下回再聊咯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